呢次事件講嘅係成龍嘅私生女吳卓琳，佢近年嚟加拿大過緊自力更生嘅日子。最近喺一次直播入面，罕有咁開腔談及生父成龍，呢個消息一出，即刻震動晒成個華人圈。吳卓琳今年26歲，自細由阿媽吳綺莉獨力撫養大，成龍從來冇公開承認過呢個女，兩父女之間嘅關係一直都好疏離，好似一道無形嘅牆咁，擋住晒所有可能嘅聯繫。但係今次吳卓琳喺直播中講咗一句，佢最近經常睇我做嘅海報，呢句說話聽落好平淡，但係背後隱藏咗好多故事，俾外界解讀為父女關係出現破冰跡象。成龍團隊主動聯絡吳卓琳工作室，委託佢設計電影海報，仲簽咗正式合同，按市場價收費。呢個轉變俾人覺得71歲嘅成龍可能開始試圖彌補過去嘅遺憾。先嚟回顧下背景，成龍係國際巨星，拍過無數動作片，形象一直都係硬漢、愛國、負責任嘅男人。但係喺1999年，吳綺莉懷孕生下吳卓琳嘅時候，成龍公開講過：我犯咗全天下男人都會犯嘅錯。呢句說話一出，即刻俾人批評佢推卸責任、冇認女，仲俾吳綺莉母女承受晒所有壓力。吳綺莉當年係港姐冠軍，演過好多劇，但係事件爆發後，佢被娛樂圈封殺，生活一度好艱難。吳卓琳自細就冇父愛，成長過程充滿掙扎。2017年佢出櫃，公開同加拿大籍女友 Andy 拍拖，之後結婚移居加拿大。初頭日子唔好過，曾經被影到排隊領救濟食物，住緊廉租屋，靠拾荒為生。呢啲新聞一出，俾人覺得成龍好無情，作為父親冇盡過半點責任。但係吳卓琳冇怨天尤人，佢轉行做設計師，自食其力，開咗工作室，專門設計海報同藝術品。近年佢生活穩定咗，仲喺社交平台分享日常，俾粉絲見到佢堅強嘅一面。今次直播係吳卓琳工作室入面舉行，佢本來係想推廣自己嘅設計作品，點知網民好八卦，一直追問佢同成龍嘅關係。有網友直接問：你同成龍有冇和解？吳卓琳停咗幾秒，之後輕聲答：佢最近經常睇我做嘅海報。呢句說話一出，直播間即刻炸晒鍋，彈幕刷晒屏。有人話破冰咗，有人話終於有轉機，仲有人猜測成龍係唔係開始關心女兒。據報道，成龍團隊早前主動聯絡吳卓琳，委託佢設計一部電影嘅北美宣傳海報。呢個過程唔簡單，成龍團隊發咗18次工作郵件俾吳卓琳，俾佢同全球5家設計公司競爭，最後吳卓琳勝出，簽咗合同。呢個合作唔係施捨，而係專業交易。成龍團隊按市場價俾錢，吳卓琳喺直播中提到呢筆收入夠俾房租，仲可以剩低買顏料，聽落好務實，俾人覺得佢冇依賴父親，純粹係靠自己能力賺錢。呢個事件一傳出，香港同加拿大華人圈即刻熱議晒。香港娛樂記者爆料，成龍私下俾吳卓琳交咗房租，但係冇俾吳卓琳知，係想默默幫手。呢啲傳聞俾人覺得成龍開始軟化。71歲嘅佢最近喺公開場合向兒子房祖名道歉，承認過去教育方式太嚴厲，導致父子疏離。成龍話：如果仲嚟，我仍然會嚴，但係而家明白呢種教育係錯嘅。呢句說話俾人聯想到吳卓琳，成龍係唔係都想彌補對女兒嘅虧欠？吳卓琳喺直播中冇正面答有冇原諒父親，但係佢提到海報嘅時候，語氣好平靜，冇怨恨，俾人覺得關係有緩和跡象。外界猜測成龍團隊委託海報，可能係成龍嘅主意，想用工作方式拉近距離，避免尷尬。講返吳卓琳嘅成長故事，佢自細就喺單親家庭長大。吳綺莉雖然努力，但係經濟壓力大。吳卓琳讀書時經常轉校，生活唔穩定。青少年時期，佢開始叛逆，曾經離家出走，仲試過報警求助。2015年，吳綺莉被控虐兒，吳卓琳俾社工帶走安置，呢件事俾母女關係蒙上陰影。但係之後佢哋和好，吳卓琳公開支持阿媽。2017年出櫃後，佢同 Andy 拍拖，
兩人喺加拿大結婚，過緊簡單生活。Andy 係吳卓林嘅支柱，兩人一齊開工作室，設計 T 恤、海報同藝術品。吳卓林曾經喺訪問中話，成龍對佢嚟講只係血緣上嘅父親，唔係成長中嘅爸爸。呢句說話反映咗佢內心嘅傷痛，但係佢冇沉淪，選擇向前望。今次直播之後，媒體好多分析，有人話成龍年紀大咗，想修補家庭關係。佢有兒子房祖名，但係父子間曾經疏離，而家成龍公開道歉，可能係想俾吳卓林一個信號。亦有人話吳卓林接受委託係因為工作需要，唔一定代表原諒。但係無論點樣，呢個係多年嚟最正面嘅發展。回想1999年事件爆發，成龍團隊試過俾4000萬封口費俾吳以利，但係佢拒絕咗，堅持生下孩子。呢個決定改變晒三個人嘅命運。成龍形象一度崩塌，好多代言被撤，但係佢靠愛國形象翻身，而家係改革開放傑出貢獻人物。吳以利母女則默默承受，吳卓林喺加拿大自力更生，證明咗自己唔需要父親嘅光環。呢個事件俾人反思家庭責任。成龍作為公眾人物，形象完美，但係私生活有瑕疵。佢講過中國人需要管，但係自己家庭都管唔好。吳卓林嘅堅強俾好多單親孩子鼓舞。佢喺直播中分享設計心得，話顏料同畫筆係佢嘅療癒工具。呢啲細節俾人覺得佢已經走出陰影，過緊自己嘅人生。未來父女會唔會有更多互動？成龍會唔會公開認女？呢啲都係未知數。但係今次破冰已經係好開始。